实际上我们回头去看，2018年恒大还是中国大陆房地产100强的第1名呢，它的推案量最大，然后它也发了最多的垃圾等级的债券。那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一直就是高杠杆，然后高周转率，然后呢这个高融资，可是他们的建案的成本都压得很低。那别的地产当然就学嘛，有样学样，大家就这样一路这样子做。其实恒大的事件不是最近才发生哦，从去年7月就开始出问题哦，大家就在讲，恒大好像这个举债的速度太快，然后扩张的太快，是不是有问题？中国恒大跟恒大物业也是国际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可是过去1年跌幅90%啊，那难道它不会有影响吗？其实最近大家才发现说，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第一个我刚才讲到的高收益债券违约的问题，第二个这些投行借钱出去能不能收得回来的问题，第三个影响到整个房地产业，所以不光只是恒大自己的债券，包括整个房地产的债券，亚洲高收益债为什么暴跌，也是因为这个因素的影响。再来，股票市场的下跌是最直接冲击整个金融市场。但是最近这几天他就跳出来说 ，OK， 我们还是会如期的支付，所以大家就想说，你原本付不出来，你怎么可以突然可以付得出来啊？你的富爸爸，真正的富爸爸出手了，大家就觉得好像没事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看起来是哑弹，就他的这个炸弹，大家说是哑弹，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未爆弹，那到底是哑弹还是真的会爆的炸弹，我们不晓得。所以虽然看起来短线的风暴好像暂时平息，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谨慎小心，因为过去雷曼事件刚开始发生的时候，这个是贝尔斯登，大家说啊，只不过一个避险基金倒，不用担心。后来房利美、房贷美也还好啊，这个后面有政府撑腰，到最后雷曼真的挂的时候，大家才发现事情大条了所以我觉得也不要一下子就掉以轻心啦，想说啊没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再谨慎的观察一段时间。在投资上，如果你手上是高收益债券，尤其是亚洲高收益债券，因为亚洲高收益债券，它在这几年几乎比较大的比重是投资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所以这个部分就要特别留意一下，你手上的亚洲高收益债券，它投资在大陆房地产的比重有多少？那当然对台股而言，我目前来看，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第一个外资它事情发生回来，外资大卖超，外资卖超的不论是金元双雄还是这个金融股，其实这几天都出现蛮好的一个反弹。因为毕竟基本面还是相当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不用太过担心我觉得我们要怎么讲，就是说最近这几年的两岸政策，不知道是不是让这个事件有一个防火墙了就是让我们在这里受到的冲击比较小。